有一種玉石睇落去好似翡翠，但係價錢親民好多。佢就係菠菜綠嘅和田玉啦。菠菜綠呢個名非常之形象化，係形容佢好似菠菜咁嘅深綠色。雖然佢冇翡翠咁透，但係有一種內斂嘅綠色。戴上手嘅質感又唔會太浮誇。其實近年好多品牌嘅新中式 Contemporary Chinese Style 嘅珠寶首飾都好中意用菠菜綠嘅和田玉，因為佢有翡翠嘅高級感，又有自己柔潤嘅細緻感。重點係價錢比翡翠親民好多。如果要去到呢種綠色嘅天然緬甸翡翠，價錢真係閒閒地幾十萬啊！不過大家留意，唔係所有和田玉都有菠菜綠色嘅，佢通常會出現喺青玉或者碧玉當中，要夠細緻、夠均勻，先至戴得靚唔俗氣。所以我成日話，玉未必一定係老土。顏色揀得啱，配搭簡約嘅設計，一樣可以玩出現代感。唔知你又中唔中意菠菜綠嘅和田玉呢？我哋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有乜嘢問題，就歡迎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